希塔療癒，世界最強的能量療法。第一章，希塔療癒的形成。從1994年嘅奧利安技術概念到希塔療癒喺當今嘅成就，已經係一段相當長嘅旅程。呢個旅程已經與支持呢項工作嘅優秀希塔療癒治療師同埋教師們分享。希塔療癒喺春天繼續成長成為一棵美麗嘅樹，受到世界各地人們嘅灌溉。我叫做瓦安娜，我係希塔療癒嘅創始人。我天生就具有通靈嘅能力，雖然我最初嘅計劃唔係使用呢種能力進行療癒。由於個人嘅健康問題，我開始對道教、營養學同埋草藥進行初步研究。呢一啲興趣最終引導我通往自然療法嘅道路前進。呢個就係我事業嘅名稱。呢條道路最初始於1990年，當時我與結婚10年嘅丈夫離婚，有3個小孩要養。我聽講政府必須為能源部聘請一定數量嘅女性。能源部嘅設施離我住喺愛達荷州愛達荷福爾斯嘅地方比較近。我嘅計劃係喺核安全領域所謂嘅核電廠工作，做一個警衛，並且仍然追求我對藝術嘅真正興趣。我知道坐公車嘅時間很長，但我認為薪水同埋福利係值得嘅。1991年，我開始為核電廠警衛工作開展為期1年嘅培訓，競爭非常激烈。我必須學習能夠將我推向極限嘅技能。完成培訓之後，當我等待政府核准核電廠警衛工作嘅期間，我喺附近嘅創造工廠揾咗一份工作。喺呢段期間，我永遠唔會忘記我其他嘅興趣。休息嘅時候，我會繪製其他員工嘅素描，並且幫佢哋做簡短嘅靈性解讀。呢個係一個輪班嘅工作，我經常從午夜到早上工作。作為一個單親母親，我好快意識到喺一間創造工廠擔任保安人員並冇為我嘅家人提供到我想要嘅未來。我知道我必須要改變一啲事情。健康嘅問題激勵我去集中精力研究自然療法。1994年3月，我完成咗自然療法嘅課程。我開辦咗一間提供全日按摩、營養諮詢同埋自然療法嘅公司。我開始意識到，當門開始打開嘅時候，我正在追尋生命嘅道路。我遇到一位靈媒，佢建議我靠住做解讀為主要收入。好似透過神奇魔法一樣，我有咗辦公室開始工作。從第一日起就一直有個案進門。喺第一週，我遇到成為我最好朋友嘅人，並且建立咗回籠客。正係呢啲解讀期間，我發現我會聆聽造物主嘅聲音，會俾我指示。我變得非常之擅長於解讀，並且被要求用正在使用嘅技巧開課。呢個就係我作為靈媒嘅開始。從呢個時候起，我喺靈性上嘅學習經歷同過去嘅自己相比，倍增咗好多。喺呢個時候，我嘅右腿出現咗嚴重嘅問題，佢會間歇性地腫脹到正常尺寸嘅2倍。由於發炎症同埋劇烈嘅疼痛，我認為尋求傳統嘅醫療幫助係明智嘅。喺1995年嘅8月，我被診斷出患有骨癌。我被告知我嘅右側股骨出現咗腫瘤。此時執行嘅每項測試都證實咗呢一點。骨科醫生告訴我，佢只見過另外2個例，好似我咁樣嘅病例。佢仲話俾我聽，佢覺得截肢可能係我最好嘅選擇。佢話咁樣會讓我有更多嘅存活時間。我覺得好似黑暗籠罩住我。我嘅折磨仲未結束。我嘅醫生將我送到猶他大學進行活組織檢查。喺呢個活組織檢查中，我被告知呢個過程需要將我嘅腿部切開，並且允許醫生做侵入性嘅動作，藉住刮除股骨部位嘅組織，
採取股骨部位嘅組織樣本。我別無選擇，為了身上呢個極度嘅痛苦而旅行咗4個鐘頭，做咗活組織檢查。布萊克，我當時嘅丈夫，開車載我去猶他州，我被送入醫院。我仲必須喺手術嘅時候保持清醒嘅狀態，以至於被迫聽到錘仔同埋鑽孔嘅聲音。我被建議留喺醫院1晚，但係我前夫話俾醫院嘅工作人員聽，我哋要離開，因為我哋冇保險。我太虛弱而冇辦法同佢爭辯，所以喺呢個令人難以置信嘅痛苦當中，我被匆匆趕到車上，並且喺長途駕車之前喺布萊克嘅哥哥屋企過咗1晚夜。當我離開醫院嘅時候，醫生話俾我聽，如果我用腳走路，佢就會斷裂。如果發生呢種情況，除咗截肢以防止癌症擴散之外，別無選擇。我仲被告知，無論如何，我可能都只有幾個月能夠存活。呢一種折磨讓我督住拐杖6個星期，腫瘤仍然讓我感到無法忍受嘅疼痛。我嘅人生似乎正在崩潰。我督住拐杖慢慢行，生活喺不斷痛苦當中，懷疑住我到底仲可以活幾耐。我仍然不斷前進，繼續睇個案，唔係因為我有好大嘅勇氣或者耐力，而係因為我有經濟上嘅責任，而且我嘅孩子仲需要我。雖然我才和前夫結婚，但係呢種關係只不過係伴侶關係，而當我嘅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嘅時候，呢種關係變成咗我額外嘅負擔。我唔能夠放棄同埋死亡，獨留我嘅孩子們。想到佢哋可能會被送到親戚，甚至佢哋折癱同埋生病嘅父親嗰度嘅想法，係我冇辦法忍受。呢一種想法俾咗我存活嘅意志。即使我病得好重，我嘅通靈能力仍然好準確，就好似我同造物主嘅連結一樣。我一生都認為自己有一個更高嘅目標，就係我17歲嘅時候做出嘅承諾。而家我都唔確定能否完成啦。喺呢個困惑同埋悲傷當中，我向造物主發出吶喊：點解係我？點解我會失去我嘅腿？天啊！我會死嗎？我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啊！喺呢個請求當中，我聽到有一個聲音響亮而清晰，就好似講說話嘅人正站在我嘅旁邊，喺房間入邊。佢話：維恩娜，無論有冇腿，你都係喺呢度，面對佢啦。我對呢個感覺感到好驚訝，但係雖然我唔知道喺嗰陣時或許係我最需要嘅，但係喺當下我決定要揾到療癒我身體嘅辦法。嚟自我居住地區嘅療癒師聽到我嘅困境，佢哋個個都無處不在咁樣幫助我。有啲人係好好嘅療癒師，幫助我度過咗黑暗嘅時期。大家都會為我祈禱，希望幫助我可以活下來。我仍然感謝上帝，讓愛麗絲同埋芭芭拉幫助我移除呢啲痛苦。我嘅狀況睇起嚟好可憐，門閂住行到我嘅辦公室，側靠喺我嘅按摩床上邊做按摩，痛苦地掙扎住咁樣做解毒。除咗我嘅問題，我個腿部仲出現咗葡萄球菌感染。我覺得真係夠啦，我打算好好咁樣治療自己。首先我要講嘅係，我從未反對傳統醫學，我相信我哋應該尊重受過訓練嘅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嘅意見。喺大多數情況之下，佢哋都可能係正確。即使如此，我覺得喺我嘅單獨病例當中，醫生對骨癌嘅診斷係錯誤嘅。我相信自己嘅直覺同埋我從造物主嗰度收到嘅信息。我開始善用自然療法嘅知識。我意識到我必須積極關注去清理我嘅身體。我開始進行一個系列嘅檸檬排毒同埋3溫暖排毒。我花好多時間喺3溫暖當中，每日4個鐘頭，超過2周半嘅時間都係咁樣。我服用咗
維他命同埋礦物質，並且不斷咁祈禱。透過呢一切，我仍然相信醫生俾我嘅醫療診斷係錯誤嘅。但係儘管我正在做嘅一切都係為咗幫助自己，我仍然覺得身體係不適嘅。我嘅活檢結果終於返嚟啦，結果係骨癌陰性反應，令到啲醫生好困惑，因為之前進行嘅每項檢查都顯示出有腫瘤。然而活檢顯示出死細胞同正常骨細胞。醫生決定將檢查結果送去梅奧診所。幾個星期之後，我從猶他大學被叫來，話俾我聽梅奧診所嘅測試結果。根據呢個結果，佢哋確定淋巴癌或者冇辦法診斷嘅肉瘤，即係惡性腫瘤，殺死咗我股骨入邊嘅細胞。我知道呢個更接近真相。我相信係水銀中毒所造成。如何得知？我之所以知道呢一點，係因為我上去問過上帝，並且接收到我係水銀中毒嘅信息。於是我開始尋找如何將水銀排出體外嘅答案。我開始排毒，並且一直信任從上帝所接收到嘅所有信息。我嘅腿已經萎縮，並且醫生話俾我聽，如果我真係活下來，我需要進行物理治療，以使我能夠正常咁樣行走。我相信我存在嘅核心係上帝可以即時療癒。儘管發生咗呢一切，我仍然相信我嘅直覺。不知怎的，我覺得我已經知道如何療癒自己啦。我只係缺少咗一啲東西。我用過常規嘅藥、排毒、營養、油、維他命、肯定句訓練同埋冥想，但係我仍然生病。每當我問造物主嘅時候，我都被告知我已經知道答案啦，而且我必須記住如何呼喚上帝。當我喺山上時，我祈禱嘅答案嚟啦。我同一啲朋友舉辦咗聚會，我哋喺嗰度露營，分享咗一頓白樂餐。每個嚟到呢度嘅人都會帶一盤食物嚟參加聚會。來自俄勒岡州嘅阿姨出乎意料地出現咗，但係佢肚痛得好厲害。佢瞓喺帳篷入邊，我入去幫助佢。佢知道我係自然療法師，但係我冇草藥。佢所帶嚟嘅劇烈疼痛令我相信可能係佢嘅闌尾出咗問題。我開始進行身體掃描，就好似之前我曾經和其他人做過幾百次嘅一樣。我走出我嘅頭頂，穿過我嘅頂輪，正如我喺解毒時所做咁樣。當我去到姨媽嘅空間嘅時候，我問造物主佢嘅問題係乜嘢？顯示俾我嘅係蘭氏假蒂邊毛蟲。我告訴佢哋走開，見證咗造物主釋放佢胃入邊嘅痛苦。幾秒鐘之內，疼痛就消失啦。阿姨能夠企起身，而且感覺好咗好多。呢件事讓我深思熟慮，並且鼓勵我再次運用呢個方法。第二日，有一個男子因為嚴重嘅背痛而進入我嘅診療室，反思姨媽發生嘅事。我對佢做咗同樣嘅程序，而佢嘅背痛亦都立即消失咗。嗰日晚上，我思索過去幾日嘅事情，我覺得係時候對自己做同樣嘅事啦。第二日，我趷下趷下咁走進我嘅辦公室，為咗實現呢一個目標嘅前景感到興奮。我喺度心諗，不可能咁簡單嘛。我喺辦公室嘅門前停下來，從我嘅頂輪中走出我嘅空間，向造物主祈求。然後我下指令對自己進行療癒，佢起咗作用。我嘅右腿原本萎縮到比我嘅左腿短咗7公分左右，立即恢復到正常大細。疼痛移除咗，我嘅腳、我嘅腿被治癒啦。我對自己嘅療癒感到非常興奮，整天都無法克制地測試治癒我嘅腿部呢個力量。好好奇咁睇睇疼痛究竟會唔會恢復。喺我嘅感激之情當中，我向造物主發誓，要將呢種技術傳授俾所有想要學習佢嘅人。這是我們今天所熟知同埋喜愛嘅希塔療癒嘅基礎。我使用呢種技術嘅下一個人係一個小女孩，
一個叫做奧黛麗米勒嘅女子帶住佢健康遇到困難嘅曾孫女嚟接受治療。奧黛麗對我腿部嘅瞬間治癒一無所知。我問佢：你點解會將佢帶到嚟我身邊嘅？奧黛麗帶住深情嘅目光望住我話：係上帝讓我帶佢嚟你身邊嘅。我記得佢係點樣走到嚟我身邊，並且將孩子抱喺懷裏。呢個孩子手臂好細，喺過去嘅2年裏邊，佢嘅體重一直冇增加。佢出世嘅時候雙腳畸形，心臟有雜音。仲有，我只能講佢當時非常糟糕。我知道我已經痊癒咗，所以我話俾奧黛麗聽，我需要6日嘅時間嚟療癒孩子，並且認為呢個係足夠嘅時間。我對於我呢項新技術好興奮，但係亦都好焦慮。我記得我向造物主祈求：親愛嘅主，請幫助我治癒呢個孩子啦！拜託拜託拜託你療癒呢個孩子啦！然後我上到第7屆，使用造物主顯示俾我睇嘅程序。6日裏邊嘅每一日，奧黛麗嘅女都會開2個鐘頭嘅車，帶呢個孩子嚟我呢度進行半個小時嘅療癒。我將佢放喺彩燈下，利用新嘅療癒技巧。呢個小女孩當時係督住拐杖行路。第3日，佢企起嚟話俾我聽，佢可以行啦。佢想試下喺冇拐杖嘅情況下行到佢嘅祖母身邊。我同佢講：唔好啊，親愛的，你仲未可以咁做噶，你仲未夠強壯噶。但係佢好固執，佢話我要咁做。佢企起嚟向佢嘅祖母走咗大概90公分左右。呢個係佢第一次獨自行走。我非常之驚訝。喺嗰次之後，我見證到佢嘅背部被拉直，並且驅逐咗幾條寄生蟲。佢嘅心臟雜音已經消失，佢開始用物理治療法學習如何正確咁樣行走。而家佢有力量啦，佢可以教佢身體喺冇幫助嘅情況下走路。呢種療癒最神奇嘅部分係佢喺短短3日內增加咗將近1公斤。喺6日入邊，佢增加咗大約2公斤，有效果，真係讓人好振奮。我開始對患有唔同疾病嘅人使用呢個技術，並且開始幫助患絕症嘅人。各界嘅人士通過口耳相傳揾到我。我發現我嘅既有個案喺使用呢個技術上非常成功，好快就有來自世界各地嘅新個案。佢哋當中好多人立即得到治癒。有啲人進行幾次治療，而有啲人就根本冇被療癒到。使用喺唔同情況而獲得好多成功嘅結果之後，我得到點解呢個技術咁有效嘅結論。我開始相信，我哋係根據大腦喺希塔狀態進行呢啲療癒。我嘅理論係，我哋要進入希塔腦波嚟實現呢啲療癒。如果我嘅理論係正確，咁樣我喺治療方面取得嘅突破性發展，以及信念療癒嘅解釋，就可以通過科學嘅方法嚟測量啦。